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章1到14节。和本圣经在458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对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亚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上，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走向另一边。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保守我们，让我们今日得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这时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满满的力量。将以下时间求主你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年到了这个时候，6月，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家中都有小孩，我们当中慢慢看着小孩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的小朋友从青少年甚至到社会青年，在这个时间点好像都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从国小升级到国中，从国中升级到高中，高中升级到大学，大学有可能在进研究所，或者是进入社会成为新鲜人。也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在转换跑道。不论如何，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人生总是会面临一些抉择，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的一个阶段。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一次又一次的遭遇困难挫折当中，逐渐的成长。而在这每一次的经历里面，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个很重要的记忆以及经验。而且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断的一直的在进行着。去年开始，牧师我的家开始玩家庭游戏，也就是桌上游戏。我们一开始从简单的开始玩，在这当中从不知道怎么玩慢慢摸索，在每一次进行的当中都会达到目标，也有可能受挫没有办法完成。经过慢慢的摸索，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一次又一次的越来越会，到玩得很熟悉了，就会把它放在一边，不想玩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寻找另一个比较难度高的，再一次进行这样的一个经过，从不知道学习到受挫到会到成功。在每一款游戏里面，我们都学习到如何去面对那个挫折，如何去用逻辑思考的方式去了解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渐渐的成长。相同的，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中经历了上帝信实的供应，用玛纳跟鹌鹑来供应着他们，以及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那个丰盛的恩典。或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如同在旷野里面一站一站的往前行。我们也可能在低谷里面，也可能爬到高峰，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代表着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那美好的旨意。在2个礼拜前，我们读到列王纪上以利亚的那个事迹。以利亚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跟王说要有干旱3年，然后耶和华上帝派遣他到基利溪旁，他经历了乌鸦送饼和肉的这个神迹，之后又到寡妇家里，历经了面粉和油不短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以利亚他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一个先知，让他在面对异教和那些敌对者的时候，他能够刚强壮胆，他能够来面对挑战。当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列王纪》1章一开始，以利亚与亚哈谢王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来自于以利亚坚持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但亚哈谢却不怎么认为。以利亚坚持这个真理，还记得吗？以利亚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的神是耶和华，我的神是耶和华，这是他整个生命的中心价值。所以当他在面对450个巴力的时候，以及受到耶洗别皇后的追杀这个时刻，我们看得到他虽然呈现出人性的那个软弱的一面，但是上帝总是在那个危急的时候显现出上帝的那个能力，让以利亚在真理上坚持不退让。以利亚走过了这一段路程。然而在今天的第2章，我们看以利亚他还有他必须要去走的一段路。我们想象一下，在经过了那一段生命的挑战艰难路程之后，以利亚这个先知，这位先知，想象一下，他可能从过去很急躁变得很温和，可能过去很严厉到现在变得比较成熟圆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中记载着，有许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来听他的教训。我们想想看，他有可能他不会很老，他可能还很有活力。所以呢，以利亚在伯特利
吉甲、耶利哥招聚了许多人，在那边开办了先知学校，训练这些人要来接续他的工作。这些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感动和鼓励，他就差遣了这些学生50个人，50个人一批到不同的市镇去。去到那里，他们应该也是穿着简单的衣服，所有的东西一起使用。他们住的可能是由树枝、茅草搭起来的房屋，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都很熟悉那个上帝的话语，他们会念给这些会众来听。他们被上帝的人感动，被差派出去做工。比如说，这些人他们会去高丽君王，责备罪犯，帮忙那些被压迫和受害者的无辜的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第2章第1节说，上主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到了。在这里，以利亚他知道他即将被上帝接走的时候，他仍然一如往常一样，到各地的先知学校去看看他们，去与他们谈谈话，一直到火马火车忽然来把他接走为止。曾经有人问约翰卫斯理，问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在3天之内就要死去，你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有一阵子蛮流行的，说如果你知道你在24小时之内地球要毁灭了，你要做什么？类似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各位弟兄姐妹，若是你知道你3天后就要死了，你要做什么？约翰卫斯理的回答是这样：我只要做我已经计划好的事，在一个地方做牧养的工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会见传道人，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住宿，直到上帝要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他手中为止。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出发去走他们应当走的路。他们从吉甲开始往前行，走到了伯特利，又从伯特利走到了耶利哥，再从耶利哥走到了约旦河。约旦河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在经文当中，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在它的圣经上面的属灵意义上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吉甲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滚，这个滚是挪去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这里肉体被挪去，被滚掉了。弟兄姐妹，这里的肉体不单单只是说那个罪恶而已，乃是使得所有肉体上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我们的夸耀、骄傲，我们的自夸，我们有手段、自尊等等的这些东西，到了吉甲，通通要被滚掉挪去了。然而要对付这些，不是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而是对付这些，我们要经历那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唯有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才能知道何为罪，什么是义，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我们会自我反省。在圣经中也有谈到很多地方都有谈到耶利哥。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在以色列人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受苦劳作为奴隶的一个地方。耶利哥这个地方在迦南边境这个地方，它是拜许多神明的和宗教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的敌基督的不信上帝的人，但是在当中又居住着许多上帝的百姓。在约书亚书里面，上帝吩咐约书亚说，要毁了耶利哥，不可再建造。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曾经聚集，很慎重的聚集在一起，所有上帝的百姓都以耶和华的名起誓说，谁若重新建造耶利哥，这人必受诅咒。虽然约书亚说不可再建造耶利哥城，但是过了没有多久，耶利哥城又被建造了起来。我们又看到创世纪第35章1到4节，雅各来到
巴旦亚兰的一个旷野，因为太阳下山了，四周围都是黑暗的，他只好停留在那里住宿。他捡了一颗石头当做枕头睡在那个地方。用石头当枕头，当然不会睡得很好，所以他就晚上就做了梦。他在梦里面看见天向他敞开，有一个楼梯从天而下，耶和华上帝站在梯子的上端，雅各这样仰望着。所以当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这样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这里就是伯特利。也就是说，雅各在那里有了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意象，他也明白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殿、神的家，表明了基督的权柄，表明了基督在管理，表明了他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份子。伯特利是一个敬拜的中心。然而约旦河对以色列人来讲更加的重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从创世纪开始，亚伯兰与罗德要分开的时候，就以约旦河作为一个分界的地方。摩西在约旦河东边，在那边再一次的重申上帝的诫命。在约书亚时期，上帝也在那边显现一个神迹，使河水从上游就被挡了下来，让以色列人可以从干地走过去。在马可福音1章9节，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那么可以看得到，约旦河对于以色列人的生活是紧紧相关的。经过了这一段路程，以利亚走了这几个地方。其实以利亚的生活当中一直不断的在经历上帝那信实的应许，所以当他要被上帝接走之前，他仍然按着计划，他一步一步的在做，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上帝来的时候，他等在那里，他暂停了，其实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他依然努力的在做，走过最后的路程。他身旁跟着以利沙，在列王纪上第19章19到21节里面，以利沙是以利亚指定的继承者。那段经文这样记载着说，以利亚离开那里，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以利沙正赶着1对牛在犁田，还有11对牛在他前面，他赶的是最后1对。以利亚脱下外袍，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于是以利沙离开他的牛，去追以利亚，说：等我向父母吻别了，然后就跟你走。以利亚说：好吧，你回去，我不阻止你。以利沙就回去，把他的1对牛宰了，把轭当柴烧，煮了肉，把他的肉分给了大家，他们都吃了。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做他的助手。以利沙成为以利亚指定的继承人。就在他最后的这一段路，以利沙跟在他的旁边。所以在这一段路程上面，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然而这个对话是这样记载在今天的2章第2节开始。他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上主吩咐我到伯特利去。以利沙回答：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上主吩咐我到耶利哥去。以利沙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又再讲一次，你留在这里，上主吩咐我到约旦河去。以利沙回答：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在这3次的对话当中，以利亚就要告诉以利沙说：你不用去，你留下来，因为上主派我要去伯特利，上主要我去耶利哥，
上主要我去到约旦河，你留下来。但是以利沙的回答却是这样，他说：“我在上帝和你的面前，我很坚定的告诉你说，我就是要跟着你，不论如何，我就是要跟着你。”以利亚在表明他在走的这一段路，以及他是上帝所派来的，所以他以利沙留在那里等他。想想看，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在对以利沙的一个测验？因为他早就指定他为一个继承人，所以他是不是再一次要确认以利沙对于上帝的那个忠心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心，以及确认他是否可以继承先知的这个服侍的任务？因为服侍是需要经过训练和考验的，更重要的是要有那一颗坚定的心。对话到这边，其实不止如此。以利亚要被上帝接走的事，是众人都知道的，因为有一群伯特利的先知出来见以利沙，就问以利沙说：“你知不知道今天上主要把你的老师接走呢？”又来了一群从耶利哥来的先知，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上主今天要把你的老师接走呢？”以利沙的回答都是说：“我知道，可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事情。”这一群从伯特利、从耶利哥来的先知，都在问以利沙：“你知不知道？”其实原文的意思比较贴近于“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耶和华今天要将以利亚接走呢？以利沙的回答，他是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们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老师今天会被上帝接走。”以利亚之所以让以利沙在经过的地方要留下来，可能是要确认以利沙是否真的老师要离开了，也要来看看以利沙他是否有警觉到他即将接任的这个先知的服事和使命。于是，当他们对完话之后，他们就一起下去伯特利，他们就一起去到耶利哥，他们就一起走到约旦河。以利亚看见以利沙的坚持，所以他们这一段路程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行。然而，在这一段路程当中，不单单只是拜访，去了解那些先知学校里面的人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师生这样的一个对话，就将先知的使命也开始传承了下去。经过了这样一段时间，以利亚和以利沙从耶利哥走到约旦河边，他们就站在约旦河边。我们来想象一个情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会站在河的旁边看着河水，不知道那时候你的心是如何。过去在念台湾神学院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到淡水河边，那时候到那边是在默想马偕来到台湾的情景，看着河水，心中的思绪会沉淀，有很多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会浮现。在那边不只是身心灵得到放松，更重要的是让上帝的爱充满。也有时候我们桃园如果下大雨，我会到三民公园去，看着南坎溪的河水，那个水就比较急了。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去看看那个水又变少了。无论如何，我们站在河边的时候，我们会看着河水，看着对岸。以利亚和以利沙站在河边，他们要渡过河。经文没有记载附近到底有没有船，但是以利亚他用了一个方法，他用了他的衣服来行使上帝赐给他的这伟大的能力。约旦河在圣经当中有出现过179处，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约旦河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上帝所赏赐的一个丰富恩典的地方。在约旦河边即将分手的时刻，过了约旦河，
世代交替就要完成了。以利亚脱下他的外袍，卷起来，用它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他和以利沙走过干地，到了河的另外一边，左右分开。这个水左右分开，走过干地。这件神迹，其实我们应该也有很熟悉。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使红海左右分开，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我想，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在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要向以利沙表示，耶和华上帝从摩西开始以来，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拯救的工作是没有间断的。以利亚和以利沙走过约旦河后，他们都知道上帝即将要将以利亚接去，所以以利沙一步也不敢离开他的老师。经过了3次你留下来，不要跟着我，和我就是要跟着你的对话之后，以利沙心中他有个想法，他的老师也非常清楚，就开门见山的问以利沙说，在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以前，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吧。以利沙用衣服击打河水，这是以利亚最后一次在以利沙面前显现出上帝所给予的能力。看见这样，以利沙可能很想要跟老师一样拥有这个特别的恩赐。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如果你有长子的名分，在产业上会多加一份。所以当以利沙看见了之后，我们想想看，以利沙可能是在这群门徒当中是排名第1的，所以他就大胆的向老师要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以利亚他的老师在做先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所会面对的这些情况，他也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他也知道他迟早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工作，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先知。所以在要面对即将来临的那个艰难的困境的时候，他当然需要双倍于以利亚所拥有的一个属灵的能力，他才能来应付。但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以利亚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以利沙。以利亚是这样说，那是很难答应的一个要求啊。对于以利亚来说，这真的很难，因为第一个，他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仆人，上帝要如何将能力赐给以利沙，不是他这个仆人所能够决定的。第二个是，以利亚即将被上帝接走，他不知道上帝的灵是否会加倍临到以利沙，不是他可以保证的。但是这看起来是困难的。不过上帝透过以利亚对以利沙这样说，你如果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否则你就得不着。这表明清楚了，这个主权是在于耶和华上帝。当他们在对话在讲话当中，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他们分开，以利亚就被接走了。以利沙看不到他的老师，这个时候以利沙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作，他捡起了以利沙身上掉下来的外袍。这个动作代表着以利沙愿意承担侍奉的责任。这个时刻，一个新的以利沙出现了，他表明了要接续以利亚做耶和华先知的这个身份出现了。于是他回去，站在约旦河旁边。各位弟兄姐妹，迦南教会在这边已经设立了47年，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50周年了。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我们在这当中一直不断的有服事的机会，一直不断的有在传福音的事工在进行当中。从过去的历史里面，我看到很多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而今，我更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一次又一次的委身在教会的各样的服事的工作当中，担负起服事当中的一个责任，成为耶和华上帝
忠心的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团体，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有人能力比较欠缺的时候，我更加看到有弟兄姐妹愿意将自己献上，为的就是要成就上帝那救赎的计划。以利沙回去站在河边，他担起了先知的侍奉和责任。他手中拿着外袍，这个外袍这件衣服代表着一个传承的记号。以利沙学习以利亚的做法，拿着外袍击打河水，说：“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呀？”他击打河水，水分开，他就走到河的对岸。以利沙的这一段呼喊是一个信心的喊话，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上帝在哪里呀？看啊，他就在这里，他与我同在。我现在要用以利亚的外衣击打约旦河，当人看见约旦河水分开，就知道以利亚的耶和华上帝是与我同在了。”在击打河水之前，他已经承接了侍奉与责任，也成为上帝的仆人。但是更重要的，他不能一直停留在河的这一边，他必须要过河回去，他才能真正的担负起侍奉的使命和责任，成为先知学校当中其他先知门徒的领袖，带领着他们真实的传递耶和华的话语以及那不变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受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服事就是回应上帝，并且确实的在每一个服事当中担负起上帝所赋予给你的责任。所以不论你的身份，我们讲信徒、门徒、代职侍奉，甚至像牧师我这样的全职服事的人，我们都应该像以利沙一样承接使命侍奉的责任，如此才能让上帝的这个福音能够确实的分享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来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很容易，我们只要说我相信，我愿意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们就领受到了这样的恩典。但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我们要明白使命，我们要委身服事，我们要担负起责任，却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吗？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要来承接这个使命、侍奉和责任了吗？其实应该说，你的心里应该这样说，不是问我预备好了吗？而是说我愿意，我预备好了，从内心真正的愿意被主所使用。所以牧师在这边想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是否曾经求上帝使用你，成为服事的器皿？你是否曾经求过上帝，让你成为服事的器皿呢？如果你还没有想过这个答案，那么现在请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要委身在哪一个服事当中，成为与耶稣基督一起服事的同工。若是你的答案早就是我要成为上帝的仆人，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那么你可以像以利沙一样，向上帝说：请你把那属天的能力加倍的赐给我，让我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好让我可以承接属天的能力和恩典，肩负起传扬福音的工作，并且向上帝你来负责。我相信当你有这样心的时候，上帝必纪念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你所会得到的报赏已经累积在天上。前阵子看到网络有一篇文章，它是作家小野写给孩子的一封信，当中有一两段话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他说：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他对他的孩子这样说：我真心的相信，大人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的错误选择，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正确选择。他问了他孩子：你是谁？
你要什么样的人生，都会决定你所做的选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也会时时刻刻面临许多的选择。当你做对的选择的时候，也就是要领受那真正的祝福和恩典了。以利沙不只是得到双倍的灵，更重要的是，他延续了上帝救赎的计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已经得到上帝给予的那丰丰富富的祝福和恩典，所以我们更要在生活上来实践，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回应。无论你的信仰历程是如何，当你选择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好了。当你选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要走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教会的年度行事历、每周的周报，都有你可以参与的这些服事的项目。还记得我们教会的意向吗？对内是个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个宣教的教会。透过这些的服事，我们可以继续将上帝那永恒不变的爱与恩典、真理分享给还未听见、看见、相信的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让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犯的过错，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也当我们这样，我们要回应你，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而已，我们也要来服侍你。愿主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他们心中都能够很真诚的说，我愿意成为主耶稣你服侍的器皿。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彼此同工，使你的爱恩典遍满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时我们要用主耶稣你所教导的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回应你。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将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